好来，继续来看花莲县本能产销联谊会，伫个报纸刊广告，指控着鲍坤奇为着要打击着政治上的敌人，互真侪种本能的农民无端受牵连。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嘛来指控着鲍坤奇动用减调的人脉甲媒体来斩断伊的经济来源。国民党是提出着反驳，讲张俊是咧乌白花，讲鲍坤奇才是真正咧为农民发声。伫咧报纸半夜广告大之声，留意鲍坤奇为着排除甲家己意见无共的人打压槟榔农民，这是花莲县槟榔产销联谊会长伫咧地方报纸刊的广告，控诉鲍坤奇为着打压特定政敌，和无辜农民受到风台尾。很多槟榔农之前都有跟傅昆萁陈情，但是傅昆萁完全没有帮忙啊！我跟这个傅昆萁就是不听他的话嘛，所以傅昆萁为了要铲除我的槟榔园，他把那附近的好几十家的农民的槟榔全部都送法院，这样。山坡地种真侪槟榔树，张俊讲，这片土地伫咧民国77年由阿公包落来种槟榔树，过10年时间换爸爸接手，等到民国105年，才转由张俊经营。所以伫咧108年，去花莲县府认定超过限制使用。如果伫咧面前铺文，鲍坤奇为了斩断伊的经济来源，动用减调的人和媒体四界伫咧甲针对，互槟榔农民受到真大影响。不过南洋对这件代志得来驳回。张俊议长，请不要混淆视听。依据花莲地检署公开起诉内容，张俊议长所使用之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管理之山坡地，却未依法提送水土保持计划。南洋认为鲍坤奇才是真正为农民发声。不过，根据了解，去年7、8月底，张俊已经依照国产署要求，将槟榔树全部撤掉规划土地。不过，说伫咧8月底，去花莲地检依照违反水土保持法定罪嫌提起公诉。张俊面对指控，讲会阁继续和律师建议如何处理。罢免剩无到3礼拜，有关种槟榔土地问题，亲像阁另开战场，各有攻防。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